低首期嘅樓盤你就聽得多啦，低首期加免供1年，你有冇聽過啊？就係我身後嘅美的寶龍城啊！依家咧總價80個起啊，首期5萬蚊咧，你就可以上車珠海北站嘅正裝現樓啊，仲要係免供1年噶，你唔使再去租房住噶啦。項目位於珠海香洲區，樓盤距離珠海北站僅500米啊，北達廣州，南達橫琴，西達金灣機場，亦都係深珠大橋嘅第一站，30分鐘可以直達深圳前海，仲有快線30分鐘可以到達唐家、十字門、橫琴同埋港珠澳大橋，1個小時可以返到港澳啦。距離項目1.5公里就有寶龍場商業啦，入邊有超市、百貨、電影院、美食廣場以及其他嘅休閒會所啊。項目配建社區幼稚園，而且周邊多家小學、中學、大學教育資源啦，從幼稚園到大學全齡段配套。美的寶龍城打造嘅都市鄰居休閒社區啊，成個小區圍合式嘅設計，綠化做得相當之好啊。目前在售戶型有67個方到109個方嘅2房到4房單位啊，戶戶朝南，南北通透噶。而家睇到嘅係79方3房2廳1衛嘅戶型啊，傳統嘅餐客廳一體設計，戶型緊湊簡約，精巧實用，動靜空間分明，小面積大作用。再埋嚟睇睇99個方嘅4房2廳2衛格局啊，南北通透，採光通風好啊，闊落嘅空間盡享天倫之樂。腰薦嘅廚房動線合理，洗切炒盡情施展你嘅大廚藝，動靜分區，間間房市正，可隨心所欲設計個人空間。豪華嘅主人房套間專屬衛浴，大氣雍容。美的寶龍城周邊嘅交通、醫療、商業同埋教育係非常之齊全嘅。至緊要之前嘅高峰期28000到依家嘅12000、13000啊，仲要係現樓啊，即買即入住噶，首期5萬蚊，仲要送埋1年嘅月供俾你，真正嘅性價比之王啊！有興趣嘅就後台私信我啦。